做伙读圣经。今仔日9月17，咱做伙来读拿鸿书第1章到第3章，以及哈巴谷书第1章到第3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拿鸿书第1章，下面是有关尼尼微的宣告，就是伊个告诉人拿鸿所看见的异象的记录。上主是要求专情，佫是为报复的上帝。上主为报复会发大生气，上主为报复伊的对敌，对伊的敌人发大生气。上主袂快受气，毋过有大亏力，伊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。上主经过的路会甲光烈风，会起狂风，云是伊的脚架起来的土粉，伊即比海，海就干去，所有的河拢无水，巴山甲加密的草拢干去，黎巴嫩的花嘛谢去。大山因为上主震动，小山逍遥，大地伫伊面前摇掣，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皮皮掣。伊起生气，啥人徛袂牢；伊发圣地，啥人扛袂起。伊的大生气亲像火喷出，石盘伫伊面前爆甲脆。上主之神，伫患难的日，伊是避难所，伊照顾所有倚靠伊的人。毋过，伊会用患难的大水毁灭尼尼微，甲对敌赶入黑暗。恁无论识甚物计谋，抵挡上主，伊会彻底甲恁消灭。恁袂当搁再背叛。恁亲像啉酒醉的人，亲像结规球的刺白，搁亲像打气的麦秆，会互火烧灭。尼尼微啊，有一个人会对你遐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计攻击上主。上主对犹大的子民讲：亚述人虽然强搁多，嘛会受毁灭消失。我的子民啊，我捌互恁受苦，毋过以后袂搁互恁受苦。现在我要讲断因互恁的担，切断因捆绑恁的锁。上主对尼尼微宣告：你无搁有后代通延续你的名。我要对你的神庙除灭雕刻的偶像，甲铸造的神像。我要甲你准备坟墓，因为你无搁有活地的价值。看咧，传播好消息，宣布和平的人爬上山顶，讲：犹大啊，着守节期，谢恁的愿，歹人袂搁侵犯恁，因为彻底受毁灭。第2章，尼尼微，迄个要拍碎列国的，已经出兵攻击恁，着固守堡垒，防备要道，集中力量，准备应战。虽然敌人有甲哪国抢劫，毁坏以色列的泡汤园，上主要恢复因的阳光，恢复因的繁荣。伊的战士掠红的盾牌，战士拢穿朱红色的制服。伫交战的日，战车的光体亲像火炎炎死，因也枪舞来舞去。战车伫街路快速伫冲，伫开阔的所在
从前从后，因看起来亲像火把，冲来冲去，亲像死呐。军官受调职，青青碰碰赶活来，拼到城墙顶，将方位的盾牌拆起来，水门拢拍开，宫殿冲无去。王后受凌辱，互人掠去。宫女对兄哀哭，亲像瞓觉的声。尼尼微早前亲像堆水的水池，但人一直逃走出去。有人喊：停咧，停咧！毋过无人活倒转来。抢哦，抢伊的银，劫伊的金，城内有算袂了的财宝，有逐款的宝贝。尼尼微拢空空啦，灭亡啦，荒废啦。人的心失胆，脚头乌皮皮喘，腰无力，面青顺顺，屎会洞血。知影囝食物的所在伫倒位？连西公、西母、西仔囝四个行，无受迄囝的所在嘛拢无去啦。西公为着西仔囝拆离狗仔会食物，为着西母教死拉母，伊将拆离的堆满伊的洞，将加着的积满伊的血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放火烧毁你的战车，用刀剑杀死你的战士。我要对地上毁掉你的战利品，人袂阁听到你的使者的声。第三章，惨啊！太人老岁的城，鬼在强暴满满，不时有抢劫，马鞭噼扑叫，车轮隆隆吼，战马奔跑，战车哭哭叫，马兵冲进前，刀剑光呐呐，枪严严死，受害的真多，身尸贴规堆，尸体算袂了，人互尸体压倒，因为这个城是妖娇的枪机，要杀人的红姨，伊用淫行引诱列国，用邪术迷惑万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我要掀你的裙，掀到看到你的面，互列国看到你的下体，互列邦看见你的见笑。我要将可恶污秽的物迄伫你的身上，甲你侮辱，公开示众。看见你的，拢会走开，讲：尼尼微荒废啦！啥人会为你哀伤？我要去倒位找到安慰你的人？你敢有比底比斯较坚固？伊伫尼罗河的河边，有河做伊的堡垒，水做伊的城墙，古实甲埃及做伊无限量的溃烂。佛甲利比亚甲伊联名，要求伊互人掠去，流放去外国。伊的婴仔互人杀死伫逐个街路头，伊的贵族互人抽签分去，官员互人用铁链绑地掠去。尼尼微啊，你嘛会酒醉颠来颠去，要找所在避难，闪避对敌。你的要塞拢亲像无花果树，树顶结满粗色的果子，一个摇，果子就落去
要食的人的喙内。你看，你的证书拢亲像两只的查某人，门带互迄小气，城门开开，出在对着攻击。你着上水，准备受围困，着加强防卫，着去涂窟打黏土，修理庄仔窑。毋过，伫遐你为互火烧灭，互岛害死，你会受毁灭，亲像农作物互草蜢仔囝食了了。出在你家天人数亲像草蜢遐济，出在你家天人数亲像杜猴遐济。你家天你的生理人做甲亲像天顶的星，毋过因亲像草蜢仔囝，体色白走。你的贵族亲像草蜢，你的官员亲像规阵的草蜢。天气冷，歇伫篱笆，日出就爬去，人毋知因去倒位。亚述王啊，你的官员伫拄久，你的贵族伫困，你的人民四散伫山顶，无人甲因调集。你的伤袂医得，你受拍真伤重，听到你的消息个，拢会拍扑啊！啥人毋捌因为你的残忍受害？哈巴谷书第一章，下面是先知哈巴谷所宣告对上主来的信息。上主啊，我对你吼叫，你无听，要偌久啊？我发有强暴，你若无来解救，你是安怎要互我看见邪恶？灾难遮多，你若无要插，伫我面前有毁灭甲强暴、冲突甲斗争不时伫发生，因为安尼，律法失去效力，正义袂当实行，歹人欺压义人，直到正义受歪曲。上主讲，注意观察恁周围的国家，恁会真着惊。伫恁活地的日，我要做一项代志，甲恁讲，恁嘛袂相信。恁看，我要互残忍凶暴的巴比伦强盛起来，因要进军全世界，霸占别人的土地，因可怕恐怖，眼中无人用家己的意志定法律，因的战马比豹走较紧，比黄昏的豺狼较猛。马兵对远远的所在来奔跑直撞，亲像鹰鸟冲入来要吞食。因若要行强暴，因坚决向前进攻。掠到的俘虏亲像沙遐多，因藐视君王，支持执政者。因踢笑所有的堡垒，做土堆甲因攻取。因亲像风扫过了后，煞继续向前。因是有罪的人，拜家己的溃力做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敢毋是对古早就存在？你是至圣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永远袂死。上主啊，你竟然竞选巴比伦来审判阮，阮的接盘啊，你竟然指派伊来刑罚阮。你的目睭清起甲袂看邪恶，袂看歹代，是安怎？你用人规诈的人，邪恶的人吞灭比因较正直的人，是安怎？你点点点，你互人亲像海里的鱼，亲像在蛇的虫，无领袖甲因管理。巴比伦用虚构甲因教，用梦甲因拍，用希望甲因梦。
甲因了，巴比伦就欢喜快乐，对望献祭，对希望烧香，因为因渴望得到丰富的食物，生活奢侈。因兼通安尼继续拍网掠鱼，无情斩杀列国的人民。第二章，我要爬上守望台，徛伫宝瑞顶观看，听候上主对我讲什么，看伊要安怎应答我的埋怨。上主应我讲，将这个启示写落来，清楚刻伫板里，互人一个看就明白。这个启示在听候指定的时间一个到，所讲的结局就会实现。指定的时间虽然感觉较慢，要久着等，因为一定会来，袂延迟。你看，心无正直的人自高自大，毋过义的人会对神来活。财富会迷惑人，互人骄傲。贪欲亲像淫妇吞袂甜，伊的心亲像死亡袂满足，想要征服万国，互万民拢归顺伊。受征服的人会用俗语，比如甲伊支持，悲伤讲：你惨啊！你囤积偷摕来的物件，用别人的抵押趁大钱。你做这款歹代要到第时？互你跋涉的人减袂忽然兴起，因减袂兴旺，互你皮皮喘。迄时你会变做因的纳物。你有抢劫真侪国家，列国中所存的人嘛会甲你抢，因为你有老人的血，毁灭境内的城市甲内面的居民，为家己的家积资不义的钱财，伫悬的所在做受仰望脱离灾难，这款人惨啊！你计无要毁灭真侪国的人民，煞互你的家受耻辱，害着家己的性命，连壁的石拢会后叫，厝的娘嘛会应声，用杀人流血建造城，用罪过建立城市，这款人惨啊！你看，人民落落得到的，互火烧去；列国拖磨得到的，拢落空。这件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的作为，全队要充满对上主阳光的人物，亲像水充满海洋，互厝边啉酒啉甲水茫茫，通看因赤身肉体，这款人惨啊！你得到的毋是尊荣，是极大的凌辱。担换你啉，啉甲东倒西歪，上主大生气的杯会轮到你遐，你的阳光会变做见笑。你有对黎巴嫩做凶暴的事，你会受较大的凶暴，也受拄到的毁灭，会互你惊吓，你一定会受报应，因为你有老人的血。毁灭境内的城市甲内面的居民，雕刻的像是人做的，有甚物利益？铸造的偶像假人虚假，有甚物路用？师傅挖靠家己所做的，伊做的不过是袂讲话的偶像。对插头讲醒起来，对袂讲话石头讲爬起来，这款人惨啊！偶像减为假是人。你看，偶像不过是用金用银包围，内面拢无性命。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
肃静。第3章，先知哈巴谷的祈祷，调用200。上主啊，我听到你的名声，甲你的所做就惊吓。上主啊，求你伫阮的世代，互阮阁看见你伟大的作为。伫你大生气的时，求你为记得人民愿。上帝对提曼来，神圣的上帝对巴兰山落来。伊的阳光盖满天，称赞伊的声充满全地。伊的灿烂亲像日光，伊的手掌握开力，对遐射出死呐。瘟疫行伫伊的头前，疫病缀伫伊的后面。伊徛地，大地就震动。伊一个看，日邦就皮皮喘。万年的大山放落来，千古的小山沉落去。上帝的所行所做，永远无改变。我看到高山的布边受拆毁，米甸人大的所在受毁坏。上主啊，你徛马，坐得胜的战车来，检视地对溪发生气，对江河起生地，对海洋发大生气。你的经拢压出来，钱嘛已经安好势。你用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看到你拢惊吓。大水冲过，深渊出大声，大影冲悬。你的箭射出光，你的枪炎炎死。日甲月煞停伫原位。你发生气，骗行全地。你大生气，吞达列国。你出来要解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王。你拆毁歹人的厝顶，拆甲连地基拢落陷。你用枪插透因的战士的头，因来亲像暴风甲我吹走。因爱伫暗中吞食困苦人。你骑马冲过大海，互海水加滚压影。我一个听到，规身躯皮皮喘，迄个声互我的喙唇硬准，骨头锁起，骹徛袂牢。我简单会当点点听候，攻击阮的人拄着灾难的日来临。虽然无花果树无半影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无收成，田园无出五谷，条内无半只羊，牛条嘛无牛。我要求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至悬的上主是我的快乐，伊互我的骹亲像落母牛走，互我伫悬的所在骹步安稳。交互谢六长用弦乐伴奏。咱今仔睇圣经节，伫那鸿书第1章到第3章，以及哈巴谷书第1章到第3章。